被反锁，情书再不朽，也磨成沙漏。青春的上游，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，想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。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。1,000个宇宙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，反而更自由。长镜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时隔好几年，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，礼貌的吻别。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地轻轻哼着，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，陪我唱歌，欣赏你的情歌，舍不得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该告一段落。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这命吻如静静的相拥的很永远，天长地久。我哋亞洲星光大道3嘅季軍係盧思榮。恭喜晒，我哋用歡呼聲恭喜盧思榮。我係盧思榮 Nicole， 我係一個好享受舞台嘅人，因為我覺得當 spotlight 射住我，同埋所有觀眾將注意力集中喺我身上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同滿足感㗎啦。而我苦練唱歌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唱歌唔單止可以表達到我想法啦，同埋仲可以令我更進一步接觸舞台。其實我頭先你未唱過之前，我已經同阿張一添老師講，我話呢個係好可造之才嚟嘅。佢係可以唱唔同嘅歌咧，有唔同嘅發揮。唱歌就係咁簡單，唔係淨係走小音。佢嗰種用心，你係感覺到佢好想去感染你，而係落咗嗰個真心，即係唱歌心啊，用心去唱。揀我嘅徒弟嘅時候咧。咁雖然有啲係俾人揀咗，我冇得揀啦。咁但係我主要我唔係揀我覺得呢個今晚唱得最好嘅，而係我會睇翻呢個人佢真係做歌手走到個市場個潛質係最大。盧思榮喺3班裏邊佢嘅潛質係數一數二嘅。佢17歲啫，係啊，佢未必係而家唱得最好嗰個。但係如果我揀一個嚟捧，我會揀佢。我講真。我有請今集嘅 MVP 得主盧思榮。你可以先講20秒嘅心情，第一次攞 MVP 喎，恭喜你。係我冇諗過會有呢20秒時間。我玩呢個比賽，我覺得體驗到各位嘅追隨音樂嗰個努力。前日嚟香港嗰陣，佢搭長途車病咗，但係佢都好努力咁唱。佢第二日同 band 夾嗰陣時，同 band 夾嗰陣時，因為去睇醫生，所以都冇乜點同 band 夾過。
但係佢今日我覺得佢唱到呢個水準，我覺得已經好好。我覺得最有趣係咩咧？我哋睇咗咁多集嘅 MVP， 我發覺所有 MVP 講嘢都係送俾自己嘅戰友，而唔係講自己有幾好或者幾多謝其他人。所以我覺得星光三班嘅友情真係好值得珍惜嘅。好，呢個時候我哋要將時間交俾這心裏怎麼怎會此際仍要仍重聚，只知這天裏你的哭泣聲裏，又是你一般態度愛戀告吹，微暗燈光側身背對，說着如何和他情唏噓，哭得多傷痛，你可知道有誰為你在暗自去等，情為你追，其實早算了這愛情事情中發生，其實早已猜透你心，因太放任，今天再溫暖你心，盡我伴過到每一分，讓美夢發生。其實一向以往愛共情生了根，儘管你一切變得不再親近，只知道想你想得不斷不緊，請意會這顆心，讓再添信。算这时间，该去计划约定的地点，开始想象自己为什么自在出现。哦啦啦，我站在拳头的街对面，看着过往的人去打发时间。我站在寂寞的街对面，倒数的时间等着与你见面。我站在拳头的街对面，看着喜欢的样子，忘了时间。我站在寂寞的街对面，等着我的心情能被你发现。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